聽講你博愛曙光醫院可以做微創無痛種牙技術，係咪真係唔痛嘅先？微創技術傷口比傳統種牙細好多，好似一粒米咁細。正係因為傷口細，所以痛感會好低。再加上植入植體嘅過程都係喺局部麻醉嘅情況下進行，30分鐘左右就完成啦。過程會比較舒適，就算麻藥過咗，痛感都係非常輕微㗎。咁種完牙之後要幾耐先去食嘢啊？種牙之前，我哋會通過 CT 拍片檢查，通過電腦精準計算出植入嘅位置，會避開重要嘅血管神經。再加上微創植牙技術，傷口細，流血少，恢復好快，第2日就可以清淡飲食啦。而且可以申請教授級別牙醫進行手術，手勢好，經驗足，整個種牙過程又快又舒適。呢一份係我哋最新嘅收費表，你可以睇到每一項嘅收費。而家我將呢份最新嘅價格表放喺視頻下方，點擊就會有專人聯絡你，發送俾你最新嘅價格表啦。